还是有关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，支持着郝龙斌的赵少康开记者会，讲中国有来介入。赵少康是点出着统计数字，讲抖音每一天的影片，拢是咧骂郝龙斌，拢是咧学了地理文。不过，另外一位候选人张亚中认为，这并不是中国官方的作为，但是确实是有候选人甲中国的 AI 公司合作抹黑。台湾的选举，台湾人自己会做决定。战斗拿发起人赵少康讲的台湾选举，就是国民党主席改选之前，伊徛出来质疑中国改选。这届赵少康佫提数字做证据，高算背后控制网军的资金有上亿。每天就30部。是称赞郑丽文或是评论郑丽文的，那称赞比较多了。我又不选了，我这评论我的、骂我的有400部，然后评论郝龙斌、骂郝龙斌有250部。中国网军借选的这一个问题，你怎么看？我没有感受到，我想这个应该是网络上 AI 时代的一个新的现象。所以呢，我昨天也一直再三的强调，我们要快速的去适应新的网络时代。地理文无认同中国有介入，颠倒认为这是 AI 时代的趋势。不过民进党嘛，趁机会呼吁，爱拿也伫咧立院，卖个阻挡国安相关的法案，做会防止中国侵入。现在国民党的主席候选人终于讲出了真实的感受。郝龙斌先生，他一方面担心成为党内民主的牺牲者，这些原定支持者可能对他的反弹、他的前后的态度有所犹疑，我们完全可以体会。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，支持相关法案的强化。我觉得台湾很多红统名嘴，在这个时候都已经浮现出来了。怎么给民进党借口？这个事情有没有？这是一个原则问题。即便真的有中共的这个介入的话，现在的国安法就够了。国安法今日搁再变严格，南洋的内部敢若阁无啥共调。不过，拿东开大战的这个时间，中介法正做焦点，是互人料想未到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